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过来研究作词作曲家陈和平老师，用画台湾郡的字句，竟然写4句联，互人家是走唱的歌手安东捌管过都唔大。一支爱画单草，两支爱画两相好，过来3支4支咧，咱来听。4支出在画树红，三国勇将是关公，阿娘爱歌唔敢讲。亲像小狗乱撞，对啦。4支出在树红，甲关公哪有牵连？就讲道句的尔。第2句，陈和平老师发挥伊的灵感，较早伊捌看过出头，拢总写落去。三国勇将是关公啦，后壁才咧讲男女间的感情，讲阿娘爱歌唔敢讲，讲了较含咧，讲亲像小狗乱撞。过来5支免啊画，5支出在画有亏，流传录音去进龟，阿娘做派无反悔。菜瓜讲到去一瓜，你若捌看过歌戏咧做流传进龟，就是唐太宗游地府去互阎罗王请食烧酒，唐太宗君无戏言，甲阎罗王讲，我一定派人送蛇礼来，送金龟。结果回用了大告示讲，敢有人敢落阴间替我送金龟蛇礼互阎罗王？流传欢喜啦。讲我无同齐就要烧圆啊，总无有同齐唔烧圆。我伫咧思念阮某已经过身啊，我想要录音咧，赶紧来奉上你，互我进过去地府。这过去戏出来真精彩。结果后壁，陈和平老师斗讲，阿娘做派无反悔，菜瓜讲到去一瓜。这正台湾俗语，就是讲吼，我对你好，无菜讲啦，摕菜瓜咧讲到，结果去互狗夹一瓜去，安尼叫做菜瓜讲到去一瓜啦。4支画树红，5支画有亏，过来6支咧。你若捌看过人咧画台湾郡，拢知影6支出在画6联，查某的皇帝武则天，阿娘生水唔免等，阿哥比你较少年，对啦。国情头拄我来讲，我是真正袂晓画郡哦，不过咱干那看嘛，看甲会晓。6支出来就是爱画6联。这因唔知要安怎写啦，我是写斗字的尔。后壁第2句嘛是单纯斗句，讲查某的皇帝武则天，毋过讲对男女间的感情来，你甲听。阿娘生水唔免等，阿哥比你较少年，意思就是水歹无彼此，介意较惨死。既然你是我心目的人，咱两个就莫相计较，咱两个都要行好久久长长，你看好无？那用4句联来表达男女的感情，有当阵啊现代人单恋爱来应用，嘛会真感动对方哦。你试看卖咧。